咧喺呢個星期嘅系列咧最後一集啦，我嚟緊咧都會每個星期咧同大家做一集總結嘅，同大家分享一個喺我身份意識重塑系統入邊最令我深刻嘅真實個案。佢係一個咧外人眼中睇落咧係一個好成功啦，年薪幾百萬嘅高級管理層啦。表面上咧佢好風光，但係當佢嚟同我做一個深度對話嘅時候，佢同我講咗一句：唉，Y，我每日咧好努力。但係我內心咧，其實好似一個活死人咁樣。每次當我事業啦想再創高峰，試下升職啦，再跳多一級，或者有一筆大財富袋入袋嘅時候，我個大腦咧就會莫名其妙咧啟動咗一啲拖延嘅機制，覺得自己年紀大冇能力更上一層樓，甚至乎會做出一啲好愚蠢瘋狂嘅行為，就係將每個月嘅人工、年終花紅獎金全部拎去買名牌、去旅行，將啲錢使晒，結果仲要欠下巨債。而喺關係上呢，亦都成日同伴侶日日嘈交，完全冇安全感。聽完之後，我同佢講：你呃到全世界，但係你呃唔到你大腦後台嘅數據。呢個唔係唔知足，而係你用咗最極端嘅方法，後台跑緊一條言行思隱形對沖嘅自毀程式。當我帶住佢咧，好似工程師咁樣翻開佢大腦底層嘅原始代碼，先發現咧佢童年咧無意識咁樣咧 download 咗原生家庭揾錢好辛苦，亦都係揾錢咧就會日夜嘈交，成功就等於唔安全嘅有毒匱乏代碼。到佢長大之後，佢表面咧想再努力，大腦後台咧都會瘋狂咁樣咧去撳起佢個警鐘，強行將佢拉翻去一個熟悉嘅痛苦但係安全嘅區域。佢明白咗呢個機制之後咧，佢決心咧喺我嘅系統裏邊咧強行格式化咗嗰啲原生家庭嘅匱乏代碼，重新定義自己對金錢同埋關係嘅身份意識。但就喺佢開始重寫大腦代碼嘅初期啦，佢遇到咗咧每個人都想要翻身、想要改變命運嘅時候，都一定會再踩坑，甚至乎咧有一種集體放棄嘅狀態。呢個咧日常物理學咧，我哋會叫做靜默期。咩叫做靜默期咧？就係你大腦舊神經回路咧跑咗幾十年啦，好強嘅路徑依賴喺度啦已經。但係當你咧開始植入一啲新代碼，做出一啲唔一樣嘅選擇嘅時候，喺物理規律上面咧，能量咧會轉向一個新嘅頻率嘅初期。現實世界咧一時間咧又未見到有任何嘅改變。呢段時間咧表面上咧好似一片平靜，甚至乎毫無動靜啊！呢個時候咧，大腦後台嘅舊防禦機制咧又會出嚟咧瘋狂咁樣反抗。佢會喺你個耳仔邊嗰度咧放大恐懼，不斷質疑你。你睇下，你改咗身份又點樣啊？現實咪又係一樣冇變？你係咪做錯咗啊？好多人咧就喺呢個時間咧崩潰或者動搖，自己都質疑。一旦你因為恐懼而放棄咧，重新又翻返去你以前最習慣嘅舊經驗，頭痛醫頭，表面咧就貼塊膠布就算啦。你嘅大腦咧就會覺得，哈哈，我嘅防禦咧有成功啦。結果咧，你又再一次咧令到個結果重蹈覆轍啊，重新跌翻落去嗰個窮忙焦慮嘅死循環。當時咧，我呢位咧精英嘅高管咧，佢都差啲咧喺靜默期嗰度咧想退縮噶啦。我直接咧截停佢，我同佢講：聽住，大腦咧係唔聽你大條嘅道理嘅。佢只會認數據，要知道喺現階段咧，現實冇變咧係正常噶，因為能量咧淨係喺後台咁發緊力。你依家唯一要做嘅咧就係穩住你嗰個核心嘅頻率。於是好彩佢聽我話，佢學習面對每一筆嘅消費，每一次想同另一半嘈交嘅時候，每一個想逃避可以有機會升職嘅工作當下。強行留出3秒鐘理智嘅真空期，用細嘅震動去做咗一個細到唔可以失敗嘅微小正確動作。當佢用呢啲物理技術，唔靠意志力死撐，
而係靠每日嘅微觀行為數據，耐心捱過咗嗰段靜默期之後，生活真係徹底改變咗。呢個唔係玄學，係純粹用物理嘅路徑。當新嘅代碼神經回路咧徹底設計好嘅話咧，佢嘅言行思達成完美嘅物理共振，複利效應咧就瞬間爆發啦。所以佢喺短短幾個月咧，唔單止升職加薪，重新規劃佢嘅財富，唔再為短暫嘅多巴胺掩飾恐懼而瘋狂咁樣購物。最重要嘅係佢同伴侶之間嘅關係徹底和解，佢終於可以非常安心、非常咁樣享受佢擁有嘅財富，內在咧唔再空洞啦，唔再好似一個活死人被舊意識操控。睇住佢一個個嘅變化，我更加堅信一個人現實中能夠攞到幾多成就，根本唔係取決於你學咗幾多方法、遇到幾多機會，而係你大腦底層意識設定咗你係一個咩身份。如果你唔將後台有毒嘅舊代碼格式化，不論你幾努力轉工、兼職、創業，現實中嘅你依然係會重複同一個筆，一賺到錢就破財，生活變好就焦慮。呢個1連7日嘅系列咧嚟到尾聲啦，內容咧唔係淨係理論，係切切實實拆解一啲我哋從來唔知嘅真相。如果你都受夠咗同一個筆喺嗰個筆嗰度重複咁樣自毀，如果你亦都想徹底斷電破局，寫你個底層意識，準備好誠實面對自己，重新攞翻你人生後台嘅控制權，依家可以 DM 我身份意識重塑了解，我會同你合力打開你大腦後台，捉住嗰一條冇意識已經下載咗嘅原生家庭匱乏代碼，陪你重塑專屬你身份物理嘅路徑。我哋下期借腦升級見。